太平，就怕是太过太平喽。自从我那族叔祖金魁长老执掌仙宫以来，每日都是雷霆万钧。先是压服了极阴老怪，又与万法门结盟，挑动魔道内讧，连六道极圣也不得不偃旗息鼓，可是出尽了风头。此前魁星岛的护海大阵也被修复，内海的兽潮已经很多年不见踪影了。原来金兄的长辈是仙宫高人，怪不得交友如此之广。如此一来，这乱星海岂不是要安生一段时间了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可能是我那长辈行事太过激烈。前段时间，关于他趁双圣修炼走火入魔之际，图谋篡夺仙宫的传言，这突然不胫而走。只可惜啊，